接下来的节目要同大家了解养儿治疗，也是一种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了20年，甚至讲200年研究的辅助疗法，将能照顾健康生活的过程，来改善人的身心灵。10年来，台湾也开始传入一种辅助治疗，同时透过机构来推广，希望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身心障碍朋友。学业很多冷冷落落，先生喺同耐心的一边讲的又一边。好，说一次，来，艾草，这是什么？先生很肯定小朋友的书，后日一批批摘下来。艾草的味道，好，现在要播，你看明芳老师哦。自己播。你摘下来嘢，有些人就是直接食到最多，先生也唔会主动。都塞在嘴巴里。好，没关系，让他吃，他在探索。像艾草，它有艾草的味道，然后有它的，所以就会有嗅觉。刚刚搓一搓、闻一闻，就是打开它嗅觉，然后去吃、喝它、去吃它，就是一个嗅觉，一个味觉。好，然后去搓它是触觉嘛，然后栽种等等，就是整个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，我们来借由艾草的一个活动来打开它整个的感官世界。因为这个感，对，好棒！没关系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你看有怕不怕？看有没有什么？越学业轻嘟嘟的，不过也有学业名到就开始研究。你刚刚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孩会哭嘛，其实他可能是肢体上的不舒服。唔畅快就无爱，对于这位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，反而就是按直接。先生只爱动用耐心的，肯定佢哋嘅书继续去念去吃。就喺2年前，专门属身心障碍老发展及慢嘅成人内3级儿托中心，老言语治疗师合作，可以规划见动作看到，喺台湾正开始嘅言语治疗课程。我们是每周上1次，然后每次基本上会依照小朋友不同类型去进行课程。然后小朋友基本上这2年下来，基本上对园艺课他们是非常喜欢，对，因为可以接触到他们可能不常接触到的土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到食物的生长。因讲的言语治疗，在设计接触植物一种一管理一条言语法通，来帮身心变强壮。言语治疗师设计课程的时间，最后帮学员对植物做了有5感的触觉，设计一次，含做的上困难一条东西做出来的料理。我们就是运用各种的植物，它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五感刺激，就是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还有触觉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官刺激，来透过那样子的一个感官进到内心世界，然后去进行他身心灵的一种调整。小朋友在透过感官知觉，基本上会提升他很多的一个技能，像是认知，然后老师也会带语言，对，去认识植物，对，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社交的部分，他会跟同侪有互动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在各个领域方面，小朋友都可以去学习到的。左手拿着，好，左手拿着，来，右手帮我倒土，蹲下来倒进去。碰年度装奶，按见人的动作，而这位小朋友做起来一动实力，不过这个教奶、淋水，大家都同欢喜。讲啲植物的疗愈作用，就算啲天家会什么咩毒湿，也有啲阳台种一个细细杂嘅菜叶。你一走出去，如果是晴天，你可以感受到太阳，然后一阵风过来，刚刚有飘一点雨，好，等等，那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自然的氛围，这样，那其实最终目的，我们其实是要连接大自然。小朋友笑到同欢喜，不过顾唔下伊安样嘅生咯。先生当嘅洗菜叶，高大冇空喐，就算身体冇嘛离片，还係照顾得到适合種嘅菜樣嘅。因为这些年有的较矮，有较高嘛，故说人就会也发台啊，有的就做较矮条的，有的做较高条，那人家有嘟好树安样，存在去就可以照顾也就种的菜。我们种的
搭着学员的身心情形检查动态。课程再照情形来设计，学爱当成法。有时节上英语课程加合，先生一会图认识综合机，让学员用名的、用片的、用看的，加深对诗的印象。这个是高丽菜，高丽菜，这个是高丽菜哦，你可以摸摸看。对，高丽菜，高丽菜长得这样哦。高丽菜，你可以来手打开，高丽菜，高丽菜是什么？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再告诉我哦，要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，刚刚有讲哦，看清楚哦。是高丽菜吗？是高丽菜吗？是吗？如果是就举手。是，对，高丽菜。课程结束嘅小朋友当热情地认真练习，不过英语治疗师社工老提高练习还是留下来。我看到特三学员上课的情形，有看到他的笑啊，然后好像也有吃。对，然后他今天剥菜也剥得特别专心。对，我看到剥那个，对，剥得很好，很顺利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哎，看到小云，对，有进步，有进步哈，他有进步，就是进入课程。大家学员有冇同样嘅反应？早啲规划课程嘅时节就考虑到嘅，像脑性麻痹嘅学员，因为手脚有各样，可能一通到也系出力，就会冇畅快。故所先生就要设定好顺序，天天嘅本家条指导当吃菜，来天天嘅接受。每一个学员，我们都要定他的一个学习目标。好，譬如说，如果他刚刚看到一个小孩子哭，我们就定他的目标，就说我们如何在第几堂以后他可以不哭。那所谓不哭，就是他就不会是抗拒，而是接受。这时候，英语治疗第110年代美国开始嘅，1920年代并立做职能治疗嘅一种。二战过后，还喺当接被运用啲退伍军人嘅心理嘅复健，一直到10年前。台湾张天天呢开始出现言语治疗课程，在国外的园艺治疗是等于是医院可以开处方的，对，就是他如果觉得这个人，医生如果觉得他很适合进行所谓的园艺治疗，那医生就会建议他说你去哪里去接受什么园艺治疗。这样的治疗被算作是辅助治疗的一种。同传统医学来探索冇办法照顾到嘅心理层面。就喺3年前，本地学生嘅孟子金有100期非认识嘅言语治疗，佢天意到加拿大学习，亦得到加拿大言语治疗协会认证做言语治疗技术师。在加拿大，他们是怎么针对老人？因为我对老人和儿童的族群很感兴趣，我想知道说他们针对老人和儿童的族群是怎么去推广园艺治疗的。在台湾过后，孟子金就听到王森林进一步的来做言语治疗，同时佢接触到嘅第啲加拿大嘅芳疗师郭玉健，用3年一开始指定同言语治疗和芳香疗法来做结合。在园艺治疗里面，我们也会用到精油哦。像我们有一个个案啊，他从一出生他就没有离开那个加护病房，然后他是特殊疾病的一个小孩子，然后他甚至连眼睛都不能动，所以你说如果他要怎么接受外界的刺激呢？有一个办法，我们想说让他闻精油，点到这个有洞的地方，点2-3滴就够了，不用点太多。不过那种精油真较适合咯，佢哋吃嘅优势。佢哋用台湾接上看到嘅希诺奇、香樟链嘅精油为主。其实台湾的这些树木精油都很好，而且它们的杀菌功能都很强。它既然这个植物长在这边，它要杀菌，表示它是针对这个环境的。那我们本地人用起来不是更好吗？你对这个东西就是熟悉，熟悉就有一种安全感，安全感就是一种保护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就是这样。从这边打上来的时候，它会跟着这样跑，对，或
或者说有时候如果他们更想要节省经费的话，通常我会把它放在门口。这数个日本芳疗训练和认证的国药店，更加创意的芳疗空间的概念。如果是用当地台湾的精油的话，可能更能够让台湾这种环境这样子，就是渐渐，怎么讲，比较冷冰冰的这种建筑物的感觉，能够加上一些活力和生气。芳疗空间的设计，就是用天然的植物的精油来改变空间本人的感受。国药店就设为一个老人家安养的居家的室内空间，来做出强地脑部的感觉。他们只要进到那个诊疗所，他几乎是永远都会在那里。那所以说，他们希望说，借着一些这些家具的，就是改变，就是摆设的改变，和一些空气中的就是那种气味的投射，让他有一些好像走到外面自然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用的是一些柑橘类的精油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些那种比较接触到阳光的那种感觉。不过市面上的精油，伊多都攞嘅化學成分，無天測對人體有好處。目至今，老國藥店就啲苗栗桃木路喎，開始試驗種無農藥、無化皮嘅植物，自家來吸油。精就是植物的精华嘛，哈，植物的精华，你当然是让它在最好的状态把它萃取出来，那是对人体是最好的。那当然你可以用惯性农法，不过啊哈，因为我们提到惯性农法，其实就用到那个化学药物这些肥料或者是那些除藻剂那些，会不会残留在这些植物里面？一個唔太農業，一下係目至今留來聽數個錯嘅朋友，最好嘅園藝治療嘅場所。每个人需要的方法唔同样，像我厉害哈，有一个大姐给人来听数来被刮臭呀哈，她需要的哈就是一个人的独处，她觉得割草这个动作对她来说是最具有疗愈效果的。事實上，園藝治療地度最希望成型障礙者做啲前實行業太自然。按照台灣園藝普觸治療協會，做啲特別是上山腳下，裝嘅一個專門提供俾成型障礙者體驗嘅療癒法園。我们是希望他们走入这样子的空间，就可以感受到所有大自然的一种讯息，比如说风，那土、水这些，他都可以感觉到，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虫鸣鸟叫。為了本家就做啲食材感受太自然，農場除咗用鋪門農業一個生態設計方式，更加主導嘅土葡萄大片，一箱箱嘅菜葉脫蜜過來。本農場唔係呢，剛剛叉叉。现在我们在整的这一块，就是我们让它那个我们所谓的花床架高一点因为有太多的族群，包括老人，都要他们蹲，其实都很困难因为我们人的退化都是从膝盖开始嘛，那有很多的智障朋友也都没办法蹲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那你不能蹲，那我们至少让你可以站着或是坐着操作。農場都嘅花草植物，亦唔係青菜種嘅，除咗原生種藥草嘅植物以外，更加順帶40八節種幾十節嘅青菜。像我们这边的植物，我们也要特别挑选过，有危险性的，比如说有刺的或什么那些的，有毒的，尽量都要至少要移除在他们比较不容易碰得到的地方。蔬菜我们就会配合季節。因为蔬菜是非常配合季节的一种植物，我们利用植物的变化来让他们感受季节的变化。那陣產呢，熱熟出現度嘅奶，種下一條條嘅菜葉嘅，也係啲高息地度帶啲學人來認識接觸植物，也對佢哋來講，唔單止係當戰鬥嘅條路，佢哋是大自然嘅力量，做到愛來治療得殺人。有時節係做到捕捉生命度方嘅結果。